画面上会当看到，在老师的细心指导之下，学生认真伫咧做糖霜饼，所画出来饼不只是色彩丰富，嘛真水。这群囡仔拢是参加学校超越大人课程的学生，学校透过规划各种多元的课程，来帮助因适应伫校园的学习环境，自然融入伫咧团体当中。这个课程是大成国中的中介里面的超越达人课程，那主要是让学生抽离出来原本的班级，然后由外聘的老师教他们一些记忆方面的课程。那像他们今天做的就是糖霜制作，那糖霜制作的课程可以训练他们的专注力跟他们的美感。那其实这一课程是学生非常喜欢的，那也透过这个课程教导他们人际的相处跟互助的部分。市长黄伟哲嘛特别来到大成国中关心这学生，更再来向真爱多多运动，随时修正家己的行为，以及主动自发关心别人的生命礼物来送给因。嘛毋望会当借由老师甲家长的爱，和学生会当好好接受学校的教育。同学来自四面八方，然后每个人的学习进展都不一样。我们更要除了肯定非常学习成就不错了，但是对于很多一般的同学，我们也会加强去关心。我觉得其实毕竟有教无类，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对于来自老师跟家长对于学生的加倍付出跟关怀，可以让学生将来有更好的发展。其实每一位学生拢有无可限量的前途，学校甲家长嘛袂放弃任何一个囡仔。大成国中透过无同的课程，激发学生学习的意愿，让每一个囡仔拢有基本的学历甲竞争的实力。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